王四太梁安琪遭滅頂之災，家族勢力大洗牌。近日，澳門博彩圈一則隱秘嘅變動炸開咗鑊。曾經緊握家族博彩資源、野心勃勃嘅梁安琪，竟然徹底退出咗賭牌主戰場，轉移紮堆主題公園、商業地產等邊緣領域。從2001年賭王怒斥其陽奉陰違，到2019年何超瓊公開反面施壓，再到如今徹底淡出權力核心。呢場持續咗數十年嘅家族暗戰，為何以梁安琪嘅全面潰敗收尾？何超瓊嘅狠招又藏住幾多不為人知嘅佈局？事實上，要理清呢一場博弈嘅來龍去脈，不得不從2001年講起。彼時嘅澳門博彩業雖然由何家牢牢掌控，但暗流早已經湧動。洗米華憑借地下錢莊、外圍賭盤等灰色業務快速崛起，野心直指正規博彩市場。賭王何鴻燊閱人無數，早已經睇穿洗米華背後嘅風險，特意召集家族核心成員召開會議，明確禁令，要求所有人不得與其有任何嘅牽扯，否則將嚴肅追責。彼時嘅梁安琪剛剛憑借出眾嘅手腕喺何家站穩腳跟，正急於為自己同埋仔女鋪路，擴大勢力版圖。喺佢睇嚟，洗米華雖然行事激進，卻手握海量現金流同埋渠道資源，如果可以同其合作，便可以快速繞過何超瓊等家族元老嘅牽制，喺博彩產業鏈當中分得一杯羹。於是喺賭王嘅警告聲中，梁安琪選擇咗陽奉陰違，表面上恪守家族規矩，私底下卻通過多層嘅隱蔽關係同埋洗米華展開咗低調嘅合作，涉及賭廳運營、客戶資源對接等多個核心環節。紙始終包唔住火，梁安琪同洗米華嘅私下往來好快就俾賭王察覺。據接近何家嘅內部人士透露，賭王曾經喺一次家族閉門會議上勃然大怒，當場嚴厲訓斥梁安琪，斥責其無視家族禁令，擅自妄為。值得一提嘅係，今次嘅違規唔單止埋下咗被賭王猜忌嘅種子，更加俾日後何超瓊壓制佢嘅致命把柄。要知道，何超瓊係賭王二房嘅長女，而梁安琪係賭房嘅四太太，兩人並非母女，而係家族權力競爭當中嘅核心對手。那麼，點解梁安琪夠膽無視賭王嘅警告？核心原因仲係家族內鬥嘅權力競爭太過激烈。賭王一生娶咗4位太太，子女眾多，而博彩業作為家族嘅搖錢樹，自然成為咗各方爭奪嘅核心。彼時，何超瓊已經憑借住出色嘅商業能力，喺家族企業當中站穩腳跟，先後執掌多間核心公司，係公認接班人嘅熱門人選。作為賭王四太太，梁安琪雖然深得賭王寵愛，但喺商業資歷同埋人脈積累上，同身為二房長女早入商界嘅何超瓊仍然有差距。呢個亦都令到佢急於尋找突破口。為咗打破僵局，梁安琪必須揾到一條捷徑，而洗米華就係佢眼中嘅最佳合作夥伴。當時洗米華已經通過旗下嘅公司喺澳門博彩市場佔據咗一席之地，尤其係喺高端客戶同埋境外渠道方面有住獨特嘅優勢。梁安琪認為，只要可以借助洗米華嘅力量，快速擴大自己喺博彩業嘅影響力，就可以同何超瓊喺競爭當中佔據上風，為咗自己嘅仔女爭取更多嘅資源同埋話語權。但係佢忽略咗一個關鍵嘅問題，洗米華嘅業務模式本來就游走喺灰色嘅地帶，同佢合作無異於與虎謀皮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洗米華嘅野心越嚟越大，其旗下嘅業務違規操作亦都逐漸暴露，引起咗監管局嘅注意。而梁安琪同洗米華嘅合作亦都開始逐漸浮出水面，唔單止俾家族企業帶嚟咗負面嘅影響，更加令到何超瓊揾到咗壓制佢嘅絕佳機會。何超瓊一直以嚟都堅持合規經營嘅理念，對於梁安琪同洗米華嘅合作早已經極為不滿，只係礙於賭王嘅面子，一直冇公開發作。機會終於喺2019年嚟到，彼時洗米華嘅違規操作行為越演越烈，監管部門開始加大查處力度，澳門博彩業亦都迎嚟咗一輪行業洗牌。何超瓊捉住呢一個關鍵節點，唔再忍耐，公開向梁安琪施壓，要求其立即終止同洗米華嘅所有合作，否則將動用家族權力對其相關嘅業務進行全面清算。
據知情人士透露，何超瓊當時態度極為強硬，喺家族嘅會議上公開列舉咗梁安琪同埋洗米華合作嘅多項違規線索，仲聯合咗家族嘅其他元老，形成咗統一戰線，徹底斷咗梁安琪嘅退路。面對何超瓊嘅逼宮，梁安琪不得不妥協，公開宣布終止同洗米華嘅所有合作。但其喺博彩業嘅影響力已經遭受到重創。2019年呢一場公開反面，成為咗梁安琪同何超瓊權力博弈嘅分水嶺。此後，何超瓊進一步鞏固自己嘅地位，逐步掌控咗家族博彩業嘅核心資源，而梁安琪則開始逐漸被邊緣化。佢雖然唔甘心，亦都嘗試通過各種方式重新奪回喺博彩業嘅話語權，比如扶持自己嘅仔女進入家族企業核心崗位，或者係通過私人關係拉攏行業內嘅關鍵人物，但係都俾何超瓊一一化解。何超瓊嘅狠唔單止在於捉住咗梁安琪嘅把柄，更在於佢嘅佈局深遠。多年嚟，何超瓊一直致力於推動家族企業多元化發展，除咗博彩業，仲喺酒店、旅遊、地產等領域佈局深遠，積累咗宏厚嘅資本同埋人脈。而梁安琪則將大部分嘅精力都放咗喺博彩業上，過度依賴單一業務。一旦博彩業出現咗變動，就會陷入被動。更加重要嘅係，何超瓊始終堅持合規經營，贏得咗監管部門同埋行業內嘅認可。而梁安琪同洗米華嘅合作，卻令到佢口碑受損，失去咗關鍵嘅支持票。近日，隨住澳門博彩業新一輪賭牌續約工作嘅推進，梁安琪徹底退出博彩主戰場嘅消息得到咗進一步嘅證實。有消息稱，喺今次賭牌續約嘅過程當中，何超瓊主導嘅家族核心團隊全面掌控咗賭牌嘅相關權益，而梁安琪及其旗下嘅相關公司未獲得任何核心賭牌資源嘅參與權。唔單止係咁，梁安琪仲將其此前持有嘅部分博彩相關資產進行咗轉讓變現，徹底同博彩業切割。退出咗博彩行業之後，梁安琪將目光轉向咗其他領域，試圖東山再起。近期有媒體發現，梁安琪通過佢控制嘅私人公司，密集咁佈局澳門主題公園度假村同埋橫琴商業地產項目。其中，澳門主題公園度假村項目定位咗親子娛樂加旅遊休閒，試圖借助澳門嘅旅遊資源，開闢新嘅盈利增長點。而橫琴商業地產項目則瞄準咗大灣區嘅發展機遇，計劃打造集商業、辦公、居住於一體嘅綜合性項目。但係呢啲新佈局真係可以令到梁安琪重新回到家族權力核心嗎？答案恐怕並不樂觀。首先，主題公園同埋商業地產領域競爭早已經白熱化，澳門本地已經有多個成熟嘅旅遊休閒項目。橫琴嘅商業地產市場亦都被眾多嘅巨頭瓜分，梁安琪作為後來者，想要突圍難度極大。其次，呢啲領域投資周期長，資金投放大，回報見效慢，同博彩業嘅高回報相比差距明顯，好難可以快速積累足夠嘅資本，支撐其重新參與家族權力嘅競爭。更加關鍵嘅係，何超瓊早已經喺呢啲領域提前佈局，形成咗先發優勢。何超瓊旗下嘅公司多年前就已經涉足酒店旅遊同埋商業地產領域，喺澳門同埋大灣區擁有多個核心項目，無論係資金實力、運營經驗定係人脈資源，都遠勝於梁安琪。梁安琪此時入局，無異於喺何超瓊嘅地盤上虎口奪食，想要成功幾乎難如登天。總之，從目前嘅情況睇，呢一場持續咗多年嘅家族暗戰，以梁安琪嘅略遜一籌暫告一段落，但係澳門博彩圈嘅風雲變幻，何家嘅權力博弈從來都未真正停止。梁安琪喺退出咗博彩業之後，佢仔女嘅發展亦都備受關注。據悉，梁安琪嘅仔女雖然亦都進入咗家族企業，但係大多數從事非核心嘅業務，喺權力嘅層面同何超瓊及其支持嘅派系仍然有較大嘅差距。而何超瓊則一直致力於培養自己嘅勢力，唔單止扶持自己個妹何超鳳等親屬，仲拉攏咗一批行業內嘅精英人才，進一步鞏固咗自己嘅統治地位。
此外，洗米華嘅最終結局亦都從側面印證咗賭王當年嘅先見之明。喺梁安琪同佢終止合作冇幾耐，洗米華就因為多項違規行為被監管部門查處，涉案金額高達6500億，其旗下嘅公司紛紛倒閉，本人亦都深陷囹圄。如果係梁安琪當初冇聽從何超瓊嘅施壓，繼續同洗米華合作，恐怕早已經牽連其中，結局不堪設想。從呢一點嚟睇，何超瓊當年嘅強硬舉措，或者亦都喺無形當中救咗梁安琪一把。不過對於梁安琪而言，咁樣嘅拯救或者比失敗更加令佢難以接受。畢竟佢失去嘅唔單止係博彩業嘅核心資源，更加係喺家族當中嘅話語權同埋影響力。如今梁安琪雖然仍然擁有不菲嘅財富同埋一定嘅社會地位，但早已經不復當年嘅風光。而何超瓊則成為咗何家真正嘅掌舵人，喺澳門博彩圈同埋商界都擁有舉足輕重嘅地位。最後想問下大家，你覺得何超瓊可唔可以帶領家族企業喺新嘅市場環境當中突破？梁安琪嘅新佈局能否迎嚟新轉機？呢一場持續咗數十年嘅家族博弈，未來仲會有邊啲新故事啊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同大家一齊討論。